韓國人氣組合 Double S 501出道短短4年就已經紅遍亞洲，今次就降落台灣小巨蛋舉行歌唱，新碟又突破500金，真係可喜可賀。而呢一日嘅記者會上面，佢哋亦都好識做氹 fans。네, 대만은 이제 두 번째 방문인데요. 그때는 이제 팬미팅 찾아왔지만 이번에는 콘서트로 왔어요. 처음 왔는데도 너무 많은 팬분들이 반겨주시고 그리고 대만에서 더블 S 501의 앨범이 나오는 작정마다 또 그 뭐라 해야 골든 디스크가 아니라 골든 디스크를 받았다고 해서요. 너무 대만 팬분들에게 감사드리고요. 앞으로는 대만에 자주 와서 대만 팬들과 많은 교류 있는 활동을 하겠습니다. 第一次嚟台灣開演唱會，佢哋唱新歌之餘，證文仲話有啲驚喜送俾大家。 일단은 대만 공연에서는 그 캠핑而喺記者會上面，佢哋仲大灑學到嘅中文添。每天都有嗎？你很漂亮，明天見，再見，再見。你是什麼？謝謝。這是什麼？這是什麼？那是什麼？又講急口令，仲講到好似 rap 咁啊！王位，是，對。不是還是唔知係咪坐得太耐，正文仲有哼進，不停咁有小動作，成個大細路咁噃。大家都有期待，請大家多多期待。這邊是發生什麼事？證明出道4年嘅韓國人氣組合 Double S 501，憑一套韓劇紅遍整個亞洲。呢日佢哋終於實現亞洲巡迴演唱會嘅夢想，仲花咗1000萬台幣打造小巨蛋嘅演唱會舞台。好多日本、韓國、香港同埋泰國嘅 fans 仲包機去台灣睇演唱會啊！就因為支持了4年啦，第一次來台灣開演唱會，所以很高興。那什麼時候開始喜歡上他們？就他們從他們出道開始就開始喜歡了。那等下有期待他們什麼樣的表演？就是衣服，都很期待。我最愛演唱會一開始 ，Double S 501就獻上台灣第一首主打歌，一輪勁歌熱舞就已經打動成千上萬嘅 fans。大家好，我是金貴中。大家好，我是金賢中。大家好，我是徐永憲。大家好，我是金亨俊。大家好，我是 DXX 馬聰明。配合爆破嘅煙火場面，加上5個型男載歌載舞，掀起全晚嘅高潮。大家有冇發覺全場 fans 都係拎住綠色嘅熒光棒同氣球呢？其實係 Double S 501 6月去台灣同 fans 嘅約定，既然咁難得先可以實現到，偶像就梗係要落力啲演出啦。